中一自行派位，收唔到正取新通知，唔使傷心住。其實好多時候，我哋更加專注嘅係第三次嘅呈分試。點解中文呈分試成日會失手呢？其實就係因為學生冇考慮到要訓練一種題型，就係中一入學前考試題型啦。今次我哋介紹嘅就係課室嘅王牌呈分試系列，長河中一入學前中文科應試分類練習。佢幫到好多家長、學生喺第三次呈分試絕地反擊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哋其實涵蓋咗中文呈分試裏面必考題型。有邊啲必考題型呢？可以睇睇喎。佢會有詞義辨識、以詞代義、句義辨識、段義理解呢啲題型，一定要經過訓練先至會喺呈分試考到好嘅成績。我哋嘅答案冊經過最新版就係一定會有詳盡嘅解釋，所以學生喺最後一次呈分試嘅時候，無論自學或者家長去幫學生一個速讀，都係可以非常幫到手喺最後一次呈分試。呢一本分類練習亦都會牽涉埋教埋你哋短文寫作需要嘅技巧，係啦，包括有時係寫一啲廣告稿啦，或者寫一啲通告啦，點樣去聽聆聽嘅時候要寫低一啲 notes 啊、提示字啊。我哋其實呢本書裏面都會教埋學生，連聆聽都唔可以失分㗎。所以記住，我哋喺最後一次呈分試之前，用呢本我哋王牌呈分試系列長河中一入學前應試分類練習，一定幫到你嘅。